香港最惡大哥大洪金寶竟然係幫自己緊還緊一筆欠咗50年嘅健康債。你冇聽錯，佢坐輪椅唔單止因為膝頭哥磨損咁簡單，喺我哋玄學角度睇，呢個係佢命格入面一個避都避唔開嘅煞氣大陷。大家仲記唔記得以前喺銀幕上面嗰個最靈活嘅肥仔？嗰陣時佢一個轉身一個飛腳就踢開影壇半邊天，風頭一時冇兩。但你有冇諗過，點解咁強悍嘅一個武打巨人踏入晚年會瘦到變咗第二個人？咁仲要成日靠輪椅出入，甚至俾人影到步履中山嘅狼狽畫面。好多人會話，年紀大咗機器壞啫。膝頭哥做咁多高難度動作，梗係有事啦。如果你都係咁諗，咁你就真係睇少咗命運嘅安排。喺我哋玄學從業者嘅眼中，呢件事絕對冇咁膚淺。洪金寶大哥一生人拍咗幾百部動作片，每一拳每一腳都帶住凌厲嘅殺氣。佢後生嗰陣靠呢股殺氣揾食，揚名立萬。但大家要記住一個鐵律，萬物有來有往，能量必須守恆。佢身上積聚嗰種金火相克嘅剛猛之氣，去到晚年就一定要揾一個出口排泄出嚟，否則就會反噬自身。呢個就係李居明大師成日教精我哋嘅功成名就背後嘅五行代價。你睇翻佢後生嗰陣嘅相，面圓額滑，鼻梁有節，眼神獨立得好似兩把刀。呢啖就係典型嘅將星入命格局，屬於殺破狼入面嘅七殺手身。呢種面相嘅人天生就係要做大佬，帶頭衝銀陷陣嘅。但問題嚟啦，呢種強橫嘅氣場係需要燃燒自身嘅元神去維持嘅。就好似一支燭光燒得越猛，啲冧就溶得越快。佢後生捱咁多夜，打咁多場，受咁多傷，每一滴汗水都喺度透支緊佢晚年嘅健康資本。而家如果你喺街市見到佢，你會發現佢嘅眼神收緊咗好多，冇晒後生嗰種殺氣，甚至係點慈祥同柔和。你以為只係性格變咗錯？呢種轉變背後，其實隱藏住一個關乎腹部轉換嘅驚天秘密。佢正喺度將後生嗰陣用霸氣換翻嚟嘅功名，逐步轉化為和氣嚟保住自己條命。今日我就同大家徹底拆解，到底洪金寶點樣喺呢個疾厄撳大劫入面揾到一線生機。佢嘅經歷話俾我哋知，任你武功再高，名氣再大，喺天道面前都係一粒微塵。但佢又用自身嘅智慧示範咗俾全香港人睇，點樣喺絕境入面轉運。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多功夫巨星，成龍、元彪、甄子丹，點解偏偏係洪金寶晚年嘅身體出咁大問題？係咪同佢住嗰間屋嘅風水有關？問得好，等陣間我會逐一同你拆解佢哋屋企嗰個隱藏嘅火燒天門局。呢個局如果唔化解，輕則病痛現身，重則影響成頭家嘅興衰。如果你想知點樣透過風水幫自己屋企嘅長輩掂災避禍、圖吉避凶，記得一定要先訂閱我哋頻道，仲要撳埋個細鐘仔，因為接下來嘅內容關乎你同你家人嘅健康壽元，隨時可以救你一命。另外，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覺得一個武打巨星窮一生精力追求嘅，到底係名氣重要定係健康緊要？呢個問題冇絕對嘅答案，但洪金寶大哥嘅故事會話俾你聽。當名氣去到頂峰嘅時候，健康嘅代價就會喺背後悄悄埋單。歡迎你喺留言區話我知你嘅諗法，你係願意做一個短命嘅傳奇，定係做一個長命嘅普通人？好，講完開場，我哋要正式進入洪金寶大哥嘅命理核心。大家記住一個口訣：火金相搏，筋骨先折；水弱土虛，晚景成劫。洪金寶八字火旺，火克金金就代表佢嘅骨骼同呼吸系統。佢後生拍戲大量出汗，消耗體力，其實就係不停咁示火，所以當時冇乜大礙。但係隨住年紀大咗，新陳代謝慢落嚟，體內嘅火氣冇地方走，就會向上攻心，向下示骨。膝頭哥就係佢全身骨骼最脆弱嘅壓力點，所以最先出事。再者，佢命格入面土氣唔夠，土係代表脾胃同肌肉。你睇佢晚年瘦到咁，就係因為土虛導致肌肉流失，支撐唔到骨骼，所以先要坐輪椅。呢個就係點解我頭先話佢行入街市買餸，其實係一種補土嘅自救行為。但呢啲細節，我等陣第二部分會再詳細剖析。而家你要記住嘅係，洪金寶大哥嘅輪椅並唔係佢嘅寢辱，而係佢嘅避難所。如果佢後生嗰陣嘅殺氣唔透過膝頭哥呢種破相嚟宣泄，佢可能連60歲都過唔到。所以從另一個角度睇，
佢今日可以坐喺輪椅上，身邊有老婆高麗紅，悉心照顧有仔女感寒問暖，呢個已經係最大嘅福氣。我成日同啲客講，一個人晚年嘅病同痛要分開睇，病係身體嘅問題，要睇醫生；痛係命運嘅警號，要睇風水命理。洪金寶大哥嘅痛就係上天用嚟提醒佢，你嘅煞氣用夠啦，係時候要還啦。而佢亦都好聰明，佢選擇用慈祥同低調嚟回應。呢種態度就係化解煞氣嘅最佳良藥。第一部分嘅最後，我要同大家講一個真實嘅玄學觀察。你有冇發現洪金寶大哥近年越來越多出席慈善活動，甚至幫唔同嘅電影後輩站台？呢啲行為表面上係俾面，實際上就係喺度積陰德。佢知道單靠風水擺設同戒口只係治標唔治本，真正要過呢個煞氣大坎，最有效嘅方法就係施比受更有福。所以佢而家所做嘅每一件善事都係喺度幫自己嘅晚年買保險。大家記住呢句說話，風水可以催運，八字可以知命，但係唯獨陰德可以改命。洪金寶大哥就係一個由知命到改命嘅活生生教材。佢用行動話俾我哋聽，就算你前半生煞氣騰騰，只要你後半生懂得收同放，一樣可以晚年無憂。好啦，第一部分震撼開場與命理定調就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內容有料到，記住讚好、分享、訂閱。跟住落嚟嘅第二部分，我會同大家深入拆解洪金寶嘅面相巨變，同埋佢身邊嗰位守護神高麗紅點樣用救命水幫佢續命，仲會公開佢間豪宅嘅火燒天門風水局，保證更加精彩，千祈唔好錯過。好啦，承接頭先講到洪金寶大哥晚年嗰種眼神收面帶慈祥嘅轉變，如果你單純以為只係年紀大咗，性格柔和咗，咁你真係睇少咗相學嘅深層密碼。喺我哋嘅古法相學入面，呢種現象有個好專業嘅名詞叫做氣散歸元。你話佢老咗慈祥咗，其實係佢成個人嘅精氣神由外放轉為內收。大家睇翻洪金寶後生嗰陣，兩邊腮骨橫張，地角方圓，眼有精光，呢啲係乜嘢？呢啲就係正宗戰將之上，屬於殺破狼格局入面嘅七殺守命。佢嗰種橫肉，以前我哋叫做權威肉，代表佢有鎮壓全場嘅霸氣。有指揮千軍萬馬嘅威嚴，但問題嚟啦，呢種面相係極度消耗命主嘅主嘅勁氣同肝血嘅。你知唔知點解佢晚年瘦到咁緊要？唔係因為食得少咁簡單，而係佢元神知道大限關頭就快嚟到，必須透過變相嚟削減自身嘅煞氣包袱。呢種脫胎換骨式嘅銷售，如果擺喺玄學層面解讀，正正係將佢身上幾十年累積落嚟嘅金戈鐵馬之氣逐步釋放出去。呢個過程就好似一把寶刀用得太耐，要將上面啲纖髮磨走一樣。雖然睇落係帝髮，但實際上係保命。你再細心留意佢塊面，後生嗰陣鼻梁有截電骨橫突，呢啲都係主權力同勞碌嘅特徵。但係而家佢面蓋凹陷，鹽骨反而變得柔和，商學上叫做火降金收。呢度就要同大家講一個好重要嘅因果概念：破相等災。洪金寶大哥拍咗幾十年戲，身上邊度冇受過傷？膝頭哥、腰骨、手肘，幾乎全身上下都打過晒鋼鑊。好多醫生成日話呢啲係職業病，但喺我哋眼入面，呢啲破相，包括身體嘅疤痕，其實係佢嘅護身符。大家明唔明白呢個邏輯？當一個人命格入面煞氣太重，冇處宣泄嘅時候，天意就會透過意外受傷，將呢種煞氣轉化為皮肉之苦。等佢唔使承受更大嘅生死之劫。換句話講，如果洪金寶後生拍戲嗰陣冇受過呢啲皮外傷，佢可能連60歲都過唔到，就因為呢啲傷痕替佢擋咗白虎噬身嘅大煞，所以佢先可以捱到70幾歲。講到呢度就一定要揭開一個全香港玄學界都非常關注嘅核心人物高麗紅。好多花生友成日話高麗紅管得洪金寶好嚴，唔俾食呢樣唔俾食嗰樣，搞到大哥大面都青埋。你錯啦！如果你識得八字命理，你就會明白高麗紅呢位女士直情係洪金寶命盤入面嘅一線生機，係上天派落嚟嘅專屬守護神。大家要記住，洪金寶八字係典型嘅丙火命身強火旺，性格急衝爆，火力全開。八字火太旺嘅人有乜嘢特徵？就係心血管壓力大，骨骼脆弱，容易發炎。呢個就係點解佢膝頭哥成日有事嘅命理根源。火旺生土，但土太燥就會龜裂，對應翻人體就係關節磨損。而高麗紅呢，佢氣質溫婉，五行屬水，命格入面正正係嗰種鬼水混局嘅格局。大家聽清楚呢句：水火既濟，陰陽調和。
高麗紅嫁入洪家之後，佢嘅命格磁場就不停咁為洪金寶呢個火爐降溫。你話佢限制飲食，唔俾食飯，唔俾食高糖分生果，呢啲表面上係營養學，背後其實就係玄學入面嘅修身、修心、修命三部曲。戒口唔止係戒食物，更加係戒除內臟入面嗰種無名火氣。冇咗高麗紅呢度救命水嘅鎮壓，洪金寶嘅心血管可能10年前已經爆咗，所以嚴格嚟講，佢呢條命係老婆幫佢續嘅。呢種就係我哋成日講嘅配偶改運法嘅終極體現，一個啱嘅伴侶抵得過你擺10個風水陣。講完人再講地，洪金寶住嘅地方外界吹到係頂級風水寶地，背山面海，龍脈結穴，但係咪好風水就一定會令人健康長壽呢？錯，李居明大師成日教精我哋。風水最忌虛火，如果一間屋太大太空，而家主本身已經係火旺嘅命格，咁呢間屋嘅火燒天門格局就會將佢體內嘅火氣無限放大。你諗下，佢以前拍戲咁忙周圍飛，屋企只係一個吹站，影響有限，但係退咗休之後，佢長時間留喺間屋度，如果間屋嘅廚房屬火擺喺西北嗰位，屬肝屬金，就會形成火融金嘅凶局，直接攻擊佢嘅骨骼同大腸。呢個就解釋到點解佢明明住豪宅，但係身體好似成日都差啲火候咁。但係最精彩嘅風水自救行為係乜嘢呢？竟然係佢成日俾人影到喺街市買餸。你冇聽錯，呢個絕對唔係普通嘅師奶行為，而係一個極高智慧嘅五行補救法。洪金寶呢類火命人最需要嘅就係濕土離泄，火生金。街市係乜嘢地方？係全香港地氣最旺盛、最雜亂，亦都係最接地嘅地方。佢行入街市，雙腳踩住地下，接觸到嗰種濕漉漉充滿人間煙火嘅土氣，就好似將一塊燒紅咗嘅鐵放入濕沙入面降溫一樣。呢種行為不知不覺間就幫佢補足咗命盤入面最缺嘅己土，土能生金，金就代表佢嘅骨骼同肺功能，土能以火火一降，血壓同炎症自然就會穩定落嚟。呢種看似平常嘅日常，正正就係佢晚年能夠喺呢個煞氣大坎入面轉危為安嘅終極關鍵。佢可能自己都唔知，原來行多幾步街市就係救緊自己條命。所以大家記住，人嘅運勢從來都係一個動態平衡。後生靠煞氣揾食，晚年就要靠和氣同地氣嚟養命。洪金寶用咗大半生嘅時間，由一個霸王變成一隻溫和嘅憫羊。呢個並唔係軟弱，而係佢參透咗命運之後嘅示弱哲學。好啦。講到呢度，大家快啲撳入留言區，你細心諗下，你身邊有冇一啲長輩後生嗰陣惡到全條街都怕佢，但係一踏入晚年就成個人軟化晒，變到好似隻綿羊咁溫順。呢種人通常晚年嘅運勢係會越嚟越好，定係會突然之間有大病降臨？快啲留言分享你見過嘅真實案例，等我哋一齊喺留言區研究下呢種晚年變相嘅玄機。記住訂閱同分享。跟住落嚟，我會繼續同大家講第3部分，洪金寶點樣靠積陰德同拜鬥嚟改寫自己嘅死亡筆記，千祈唔好走開。好啦，頭先我哋講到洪金寶大哥點樣透過變相入煞氣，靠高麗紅救命水續命，再靠街市買餸補地氣，喺呢個煞氣大坎入面穩住咗陣腳。但係呢啲都只係術嘅層面。今日第3部分，我要同大家揭開最核心嘅終極真相。點解洪金寶明明坐咗輪椅，但精神仲係咁利落？點解佢晚年身體雖然有缺陷，但係家庭美滿，兒孫滿堂，仲受到成個影壇嘅尊重？呢個就關乎到玄學最頂層嘅智慧，陰德轉命。好多觀眾成日問我，點解某人後生做咁多壞事，晚年反而風生水起？又點解某人一世好人，晚年卻坎坷？呢個就係因為你只係睇到呢一刻，而唔係睇到全盤因果簿。洪金寶大哥嘅故事就係一本活生生嘅因果教科書。你諗下，洪金寶後生嗰陣拍戲搏到乜嘢程度？佢唔止係自己搏，佢係帶住成個洪家班一齊搏。大家記住呢個重點，一個人食幾多着幾多係整定嘅，但一個人能夠分幾多俾人，就係決定佢晚年福報厚薄嘅關鍵。洪家班出咗幾多猛人？成龍、元彪、元華、錢嘉樂、洪少龍。呢個名單可以寫滿一張紙，呢班人今日個個都係影壇舉足輕重嘅人物，但你知唔知佢哋當初懷出頭嘅時候，邊個喺背後撐住？就係洪金寶，佢一個人養起成隊兵，邊個冇公開佢就揾戲俾人拍，邊個屋企有事佢第一時間攞錢出嚟。呢種行為喺玄學入面叫做大施捨，唔係普通捐錢咁簡單，係受人意料嘅活人恩典。
大家要明白一個道理，功德分好多種，有陽德同陰德。你捐1000萬去起學校，上晒報紙，呢啲叫做陽德福報即時寄現，但用完就冇。而洪金寶栽培洪家班，佢從來唔會攞嚟宣傳，呢種默默耕耘唔求回報嘅付出就係最頂級嘅陰德。呢種陰德係會累積喺佢嘅功德銀行入面，到佢晚年氣血衰弱，元神唔夠力對抗病魔嘅時候，呢筆功德存款就會自動轉化為護身符，幫佢擋走一件又一件本來可能致命嘅橫禍。你而家明唔明點解佢坐輪椅但係精神仲咁好？因為本來佢呢個殺破狼命格，去到晚年係要面對一場致命嘅金木交戰，即係惡性主瘤或者突發性中風。但正正因為佢積落咁厚嘅陰德，天道將呢個死劫嘅能量大幅削減，最後只係化成膝頭哥退化呢種可以接受嘅皮肉之苦嚟到佢身上。呢個就係玄學界最核心嘅定律：大災化小災，小災化無災。你表面睇佢坐輪椅好慘，但其實佢係用緊最輕微嘅代價去清還緊一筆本來要攞命嘅健康債。呢度就要引入李居明大師成日教精我哋嘅一個終極概念：一個人嘅名聲絕對唔可以大過佢嘅德行。你睇下而家社會上幾多人名氣大過天，但德行係零，呢種人通常都係啞花一現，而且下場通常都好慘烈。相反，洪金寶大哥縱橫影壇半世紀，贏盡口碑，但佢從來冇恃住自己係大哥大就橫行霸道，反而對後輩非常照顧。呢種德配其位嘅人，就算晚年身體有殘缺，佢嘅精神光環都會保護到佢同埋佢嘅屋企人。你睇佢一家幾代同堂，同老婆高麗紅恩愛如初，仔女孝順，呢啲就係玄學入面講嘅善終之相。一個人有冇福氣，唔係睇佢死嗰陣有幾多錢，而係睇佢走嗰條路嘅時候，身邊有冇人真心送佢掛住佢。呢一點洪金寶絕對係贏家。講完洪金寶，我哋要將呢啲智慧落地，即係點樣幫到自己同屋企嘅長輩。李居明大師喺佢嘅著作入面不斷強調，如果屋企有老人家開始出現骨骼退化、行動不便嘅問題，除咗要睇醫生做物理治療之外，一定要留意屋企兩個最關鍵嘅方位：西北方同正南方。點解係呢兩個位？喺八宅風水同三元玄空入面，西北方係代表乾卦，乾為天為父為首為骨，呢個位就係屋企入面男主人同老人家嘅本命位。你望下你屋企西北方有冇擺放紅色嘅電氣爐灶或者大型金屬尖軸嘅物件？如果有，就形成咗火融金或者金金相克嘅凶局，直接攻擊老人家嘅骨骼同腦血管。正南方係代表離卦，離為火，為心為血。呢個位如果擺放咗太多水種植物或者魚缸，就會造成水克火，影響老人家嘅心血管同視力。李居明大師嘅建議係西北方應該擺放黃色或啡色嘅物品，例如陶瓷擺設黃晶石，以土通關，化解金火相克。正南方則要保持通風明亮，可以擺放紅色或紫色嘅裝飾來扶旺自身嘅火氣，但要避免直接受水沖。記住我呢句風水嘅終極奧義，從來都係平衡兩個字。洪金寶大哥晚年所有嘅行為，戒口接地氣積陰德，全部都係喺度追求緊佢命盤入面嘅五行平衡。佢做到咗，所以佢過到關，最後嚟到今日最靈魂嘅一條問題。我要認真咁問大家，如果今日有一個機會，用你一生奮鬥翻嚟嘅所有名利地位掌聲，去換一個無病無痛、平淡安穩但默默無聞嘅晚年，你會點揀？我相信大部分人心入面都會愣扎。洪金寶大哥用咗大半世人嘅經歷，話俾我哋知一個殘酷但真實嘅道理：每一份榮耀嘅背後，都標示住一個你睇唔到嘅代價。你得到幾多命運，就會問你攞翻幾多。最關鍵嘅係，你懂唔懂得喺仲有得揀嘅時候，主動去放下同收福。放下唔係認輸，而係一種更高層次嘅智慧。收福唔係迷信，而係為自己晚年買嘅一份天道保險。你而家對人好一分，將來你行唔喐嘅時候，就會有人真心對你好3分。洪金寶大哥今日嘅境況，正正就係呢個道理嘅最佳見證。佢嘅身體雖然被困住喺輪椅之上，但佢嘅精神同福氣卻自由自在咁飛翔喺萬人景仰嘅天空之中。好啦，如果你覺得今日呢3集內容對你有所啟發，甚至令你重新思考自己嘅人生規劃，記得幫我點個讚。仲要分享俾身邊所有關心長輩健康或者正喺度肆意搏殺嘅朋友，你嘅一個分享可能就救到一個家庭嘅風水同和硬。另外，
我下一集會同大家拆解另一位影壇巨星，點樣因為一間屋嘅風水佈置失誤，又肆意拱風直插谷底，仲要惹上官非。呢個故事絕對比洪金寶更加驚心動魄。想睇嘅朋友快啲喺留言區打低想睇兩個字，如果反應熱烈，我會提前安排製作，盡快同大家見面。多謝大家支持居明吳語，記住訂閱頻道，撳埋個細鐘仔。我哋唔係宣揚迷信，我哋係一齊透過玄學悟出人生嘅真相。今次講到呢度，我哋下次再悟人生，再會。